作為第一胎嘅新生媽媽，成日都會好擔心 BB 嘅一切，尤其是係 BB 瞓覺嘅時候啊。好彩俾我遇到呢個育兒神隊友，講緊嘅就係佢 TP-Link 新出嘅 Baby Cam Tapo C840。買嘅時候佢會送埋夾床架同埋掛牆架，仲會跟埋成3米長嘅 USB-C 線，想放邊度都冇問題啦。仲會跟埋3年嘅保養，有壞即換，唔怕空窗期冇 cam 用啊。Tapo C840係香港市場上第一部雙鏡頭嘅 Baby Cam， 佢可以2個畫面一齊睇，一邊呢就係廣角鏡，一邊就係長焦鏡，咁就唔怕 miss 咗 BB 每一個細節啦。Tapo C840係市面上最多免費 AI 偵測功能嘅 BB Cam， 唔需要額外收費就有多達12種嘅偵測功能。例如個 cam 偵測到 BB 已經起咗身，就會彈出通知提示你 BB 已經起咗身啦。另外仲有嬰兒哭鬧偵測功能，如果當個 cam 偵測到 BB 喊嘅時候，就會彈出通知。Tapo C840內置有搖籃曲同埋白噪音，可以安撫 BB 入睡。個 cam 嘅機背仲設有小夜燈，仲附送遙控，可以搖佢開關同埋調校光暗，真係好方便媽媽夜晚餵奶同埋執奶嘴啊！而且佢係具備無紅光夜視功能，避免紅光騷擾 BB 瞓覺。個 cam 仲可以綁定 Tapo 溫濕度計，咁就可以留意住 BB 房嘅溫濕度情況啦。C840仲設有 BB 睡眠報告分析，可以睇到 BB 瞓咗幾耐、喊咗幾多次、醒咗幾多次等等嘅資訊。仲可以插高達512GB 嘅 SD 卡去做24小時循環錄影。C840仲有專屬嘅 Baby Snap 自動照片捕捉功能，可以自動捕捉 BB 每一個可愛嘅畫面，咁就可以 send 俾親戚朋友啦。佢仲設有鏡頭隱蔽同埋私隱模式嘅功能，媽媽餵人奶就更加放心啦。另外仲有背景播放功能，就算冇開 app 都一樣可以聽到 BB 嘅聲音。Tapo 用嘅係新加坡 AWS 雲端系統，通過多項安全認證，用起上嚟就更加放心啦。睇完係咪好想即刻入手呢？而家只要用我嘅專屬優惠碼喺 TP-Link 網上旗艦店就可以用899入手啦，大家快啲去買返個啦！